招台点罗马拼音转台语点字线顶工具。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林阿狗，要来上解报大家知一个线顶的工具，号名叫做招台点。用华语来读，就是招台点。招台点，小招大家来做伙学台语点字。招台点，教你们台语点字。这个影片是要示范给大家知安怎来使用这个网络的工具。倒边有一个所在会使输入台语罗马拼音，会使选台罗，佫会使选白话字。台罗、白话字会使切换，倒边会使输入民间字，一般的人咧使用的台语文字、拼音文字。台语输入法，我使用的是信望爱台语输入法，是一套足好用的电脑台语输入法，会使选台语，也会使选客语，这是真了不起的发明。会选台罗，台罗甲伊确定我是台湾人。民间字来转做台语点字，有一点要注意的，就是现主时台语点字还未有共同的共识，安怎去标大小写，还佫有标点符号，所以即马全部拢小写。以后若是专家学者，咱的教育部招专家制定台语点字的标点规则，迄阵这套工具佫会使做较好的补充。咱来看顶面的画面的说明。第一项，请输入台罗，也是 POJ， 就是白话字的台语拼音。使用正常的标音方法，有的人会用12345标伫后壁来做这种标音的法度。总是这种法度，伊看起来都真多的符号，毋是正常的拼音文字。正常出来就是咱倒边的这个写法。第二，汪，甲标点符号，等等，关规则还未讲确定，所以咱若是伫顶悬拍这伊会显示民间字。我即间拍，我是台湾人。来，我甲伊调降大写试看觅。好，我是台湾人，来转，对无？讲毋对，拍小写，我是台湾人。安尼就正确啊，标一点，设立点的迄个句点，转换伊会讲毋对，讲毋对，错误。来，所以转换爱记得莫有标点，全部拢小写，甲换一行试看觅。今仔日咧食倒一间餐厅，今仔日要食倒一间餐厅，全部转出来若是要来转白话字呢，白话字爱记得甲信望爱会设定调转去白话字，调做白话字啊。我即摆再来拍字我是台湾人，我爱食萝卜饭。转换好，台语点字就走出来啊。这个工具佫有一项会使来做调整，这个输入的背景会使来调色水。比如讲，我要黑帮的安尼深绿色的，再来我调我要黄色的，安尼看起来画面就较无共啊。佫有正边有一支会使揪伊的字的大小来调整，调到你家己看了有舒适安尼就好啊。这种设计就是方便目睭较看无清楚的朋友会使来做这种的调整。伫转换以后伊会自动甲正边转换的结果来copy起来。
咱若是袂记哩，伊敢有 copy 无？会使试一个甲伊 copy。有一个红色的来清除，来，全部拢清气溜溜。比如讲，咱来输入吃饱未？吃饱未？安尼为什么讲错误的台语点字啊无有轻声符？拍这罗马拼音的文字的时阵，有时会有轻声符号会出来。不过轻声符号伫遮是袂使用的哦。转换安尼就正确啦。牛早，转换，全部转换了，伊顺线就会 copy 起来。正面的顶面有一个台语词典，试落会走去另外一个网站，叫做找台语。找台语这个网站是足伟大、足厉害的，这个网络的工具，全台湾上澎湃的，这个台语词典拢伫内底。来转换。好势溜溜，转换了伊会 copy。咱来看顶悬，这边阁有一页，会使来试看卖，叫做台语点字转罗马拼音。点入去，台语点字转罗马拼音的功能。第一，伊讲输入符合这规则的台语点字系统，会甲伊转做对应的台罗拼音，其实毋那台罗拼音，伊会转做对应的台罗拼音，阁有白话字，这我后壁再来修改可能漏搞去歹势。汪这其他的标点符号等等即马就是也袂有，所以阁做一摆提醒，用一个看起来较爽快的背景甲文字阁有大细，会使家己调。拄则咱伫另一个功能，都是拍闽眼字转点字的迄边已经有 copy 一寡点字起来，所以咱即马遮伫甲伊打起哩，打起哩，转换看会安怎？拄则是白话字来转做点字，即马甲点字转换做台罗。伊会使做正确的转换，做转换了后呢，伊下骹讲伊已经自动有 copy 啊，所以即马遮来选，因为拄则 copy 的是台罗对吧？即马遮就选台罗，打起哩，转换，正确的点字，转换了咱这点字甲伊打起哩，再来甲伊做，譬如讲我即马要转白话字，转。甲伊会走白话字出来，上尾有一个赞助的画面这赞助若是大家有要来支持，会使来甲阿狗金蕉来斗支持応援一下多谢阿狗金蕉做的这招台点，伊是做视障朋友较目镜的人会中间迄座桥，台语点字甲台语的这拼音文字会使互相自由做切换，透过切换来学习招台点，招大家做伙来学台语点字。大家若是有趣味，会使互相再来联络来交流一下。今日先讲到这再会。